喺體育呢個大舞台上面，運動員每一次跨界露面，每一次出國，都好似往平靜湖面擲粒石仔，激起層層浪花。近排樊振東成日去日本嘅消息，喺乒乓球界甚至整個體育圈都引起咗好大轟動。呢位國乒嘅頂柱，唔單止喺日本攞到日媒最強金牌得主為100邊形戰士嘅大讚，仲令國乒內部都嗅到咗一啲唔同尋常嘅危險氣味。呢背後究竟隱藏住咩故事？係體育交流嘅友好信號，定係暗藏玄機嘅戰略佈局？等我哋一齊走入呢場充滿懸念同睇頭嘅體育風雲。樊振東呢位喺乒乓球賽場上叱咤風雲嘅選手，一直都係國乒嘅驕傲。不過近排佢成日出現喺日本各種活動，真係好令人意外。由商業代言活動到體育文化交流，樊振東嘅身影成日出現喺日本嘅土地上。表面睇，呢個肯定係一次積極嘅體育文化交流啦。喺全球化嘅今日，體育早就超越咗國界，成為連接唔同國家同民族嘅橋。樊振東作為國乒嘅代表人物去日本交流，有助於增進兩國喺體育領域嘅相互了解同友誼。佢可以喺日本分享自己嘅訓練經驗、比賽心得，令日本嘅乒乓球愛好者更深入了解中國乒乓球嘅強大實力同獨特魅力。同時，佢都可以接觸到日本先進嘅訓練理念同技術，為自己嘅職業生涯注入新活力。但仔細諗諗，呢中間會唔會有其他原因呢？日本一直都係乒乓球強國，喺培養年輕選手同技術創新方面都有獨特優勢。樊振東成日去日本，會唔會令日本有機會近距離研究佢嘅技術特點同比賽風格，從而喺未來嘅比賽度揾到應對之策？畢竟喺體育賽場上，知己知彼先可以百戰不殆。而且日本乒乓球界一直都渴望喺國際賽場上超越中國。樊振東作為國乒嘅核心人物，自然成為咗佢哋重點關注嘅對象。就好似之前嘅比賽，日本選手喺一啲關鍵場次度都俾國乒製造咗唔少麻煩。佢哋不斷學習同模仿中國選手嘅技術，同時結合自身特點進行創新。樊振東成日同日本選手同教練接觸，會唔會喺唔經意間露一啲國乒嘅機密信息呢？雖然呢種可能性好微，但喺競爭激烈嘅體育賽場上，任何一啲細微嘅變化都可能影響最終嘅比賽結果。日媒對樊振東嘅大讚，無疑將佢推上咗輿論嘅風口浪尖。最強金牌得主為100邊形戰士，呢啲讚美之詞聽起嚟真係好令人熱血沸騰。但係呢背後，我哋唔禁要問：日媒嘅大讚係真心佩服，定純粹為咗炒作噱頭？從樊振東嘅職業生涯嚟睇，佢真係配得上呢啲讚美。自出道以嚟，佢喺國內外賽場上取得咗無數輝煌嘅戰績，外戰幾乎全勝嘅統治力令佢成為咗國乒嘅定海神針。喺巴黎奧運會上，佢成功防住日本希望之星張本智和，更加展現出咗強大嘅實力同心理素質。佢嘅技術全面，喺速度、力量、正反手均衡度、發球、心態等多個維度都好似完美咁。用100邊形戰士嚟形容佢，似乎都唔過分。日媒對樊振東嘅大讚，一方面可能係真心佩服佢嘅實力同成就。喺體育界，強者總會受到尊重同敬仰。樊振東憑自己嘅努力同天賦，喺乒乓球領域取得咗舉世矚目嘅成績。日媒對佢給予高度評價，都係對佢實力嘅一種認可。呢種認可不單止有助於提升樊振東喺國際上嘅知名度同影響力，都可以促進兩國喺體育領域嘅友好交流。然而，另一方面，我哋都唔可以排除日媒炒作噱頭嘅可能性。喺信息傳播迅速嘅今日，媒體為咗吸引眼球同流量，
往往會用一啲誇張嘅手法嚟報導新聞。日媒對樊振東嘅大讚，或許都係為咗吸引更多日本民眾關注乒乓球運動，提升乒乓球喺日本嘅熱度。畢竟樊振東作為國乒嘅明星選手，本身就具有好高嘅話題性同關注度。通過大讚佢，日媒可以製造更多嘅輿論熱點，從而達到炒作嘅目的。樊振東成日去日本同日媒嘅大讚，令國乒內部都嗅到咗一啲危險氣味。呢種危險氣味究竟係國乒嘅杞人憂天，定係未雨綢繆呢？從競爭嘅角度嚟睇，國乒一直都係世界乒乓球嘅霸主，但近年嚟，日本乒乓球嘅崛起俾國乒帶嚟咗唔少挑戰。日本選手喺技術同戰術上不斷創新，年輕選手嘅成長速度都好快。樊振東作為國乒嘅核心人物，佢嘅技術特點同比賽風格都已經被日本選手深入研究。如果佢成日去日本，令日本有機會更加全面地了解佢，咁喺未來嘅比賽度，國乒可能會面臨更大嘅壓力，而且日媒嘅大讚都可能會喺一定程度上影響日本選手嘅心態。當佢哋睇到本國媒體對樊振東嘅高度評價時，可能會激發佢哋更強烈嘅鬥志，更加努力地訓練，爭取喺賽場上擊敗樊振東同國乒其他選手。呢種心理上嘅激勵，可能會令日本選手喺比賽度發揮出更高嘅水平，從而俾國乒帶嚟更大嘅威脅。然而，都有人話國乒呢種擔憂係杞人憂天。國乒擁有深厚嘅底蘊同強大嘅實力，多年嚟培養出咗無數優秀嘅選手。就算日本選手對樊振東有咗一定了解，國乒都有足夠嘅能力應對。而且體育比賽本身就充滿咗不確定性，實力同心態先係決定勝負嘅關鍵因素。樊振東成日去日本都可以睇成係一種文化交流同學習嘅機會，佢可以從日本選手身上學到一啲新嘢，進一步提升自己嘅實力。面對外界種種質疑同猜測，樊振東本人表現得好淡定從容。佢話自己成日去日本，主要係為咗參與一啲商業活動同體育文化交流，希望可以增進兩國喺體育領域嘅友誼同合作。對於日媒嘅大讚，佢都只係謙虛話呢啲都係對自己嘅一種鼓勵，自己會繼續努力，唔辜負大家嘅期望。樊振東嘅回應睇落好簡單，但背後可能另有打算。作為一名職業運動員，佢深知自己嘅形象同影響力唔單止代表住個人，更代表住國乒同中國體育。通過參與商業活動同體育文化交流，佢可以擴大自己嘅影響力，為乒乓球運動嘅發展做出更大嘅貢獻。同時，佢都可以藉呢個機會了解日本乒乓球嘅發展現狀，學習佢哋嘅先進經驗同技術，為自己嘅職業生涯注入新動力。而且樊振東嘅淡定從容都體現咗佢作為一名優秀運動員嘅心理素質。喺面對外界嘅壓力同質疑時，佢能夠保持冷靜，專注於自己嘅訓練同比賽。呢種心態對於一名運動員嚟講好重要，佢可以令樊振東喺賽場上更加從容咁應對各種挑戰，發揮出自己嘅最佳水平。樊振東成日去日本呢件事，引發咗我哋對體育交流應唔應該設限嘅深入思考。喺體育全球化嘅今日，體育交流已經成為咗促進唔同國家同民族之間相互了解同友誼嘅重要橋。通過體育交流，我哋可以分享經驗、學習技術、增進文化認同，推動體育事業嘅共同發展。但係，體育交流都唔係冇風險嘅。喺競爭激烈嘅體育賽場上，過度嘅交流可能會令對手有機會研究我哋嘅技術特點同比賽風格，從而喺未來嘅比賽度具優勢。就好似樊振東成日去日本，
雖然可以促進兩國喺體育領域嘅友好交流，但都可能會令日本選手有機會更加全面地了解佢，俾國乒帶嚟一定嘅威脅。咁體育交流應唔應該設限呢？呢個真係好有爭議嘅問題。如果設限，可能會阻礙體育事業嘅發展，減少唔同國家同民族之間相互學習同交流嘅機會。但如果唔設限，又可能會令我哋喺競爭度處於唔利地位。或許我哋應該喺體育交流同保護自身優勢之間揾到一個平衡點。一方面，我哋要積極開展體育交流，促進唔同國家同民族之間嘅相互了解同友誼，推動體育事業嘅共同發展。另一方面，我哋都要加強對自身技術同信息嘅保護，避免喺交流中露機密。同時，我哋都要不斷提升自己嘅實力同競爭力，以應對日益激烈嘅國際競爭。總之，樊振東成日去日本呢件事，俾咗我哋好多思考同啟示。喺未來嘅體育發展中，我哋點樣平衡體育交流同保護自身優勢嘅關係，將會係一個值得我哋深入探討嘅問題。而樊振東呢位國乒嘅明星選手，都會喺體育交流嘅浪潮度，繼續書寫屬於自己嘅傳奇故事。等我哋拭目以待，睇下佢可唔可以喺未來嘅賽場上繼續為國爭光，為中國乒乓球事業做出更大嘅貢獻。